良好来关心教育问题。中华大城乡潭墘国小112年学年度讲要停止招生，因为在地人呢无希望废校，希望讲改做别个国小的分校，所以讲村长甲村民包游览车，早真无简单买来鸡卵要去县政府抗议，想不到车一个停落来，鸡卵就好原形收起啊，而且佫爆发激烈的冲突，村长佫敢若激动间呢是心中压起了后倒伫涂骹。 啊，村长啊，去两枪摕走啊呢？2箱摕，警察来，你凭啥物甲我摕我两去？中华大城乡的当地村长听到因早来要抗议鸡卵无去啊，心情真无欢喜。鸡蛋把我拿出来，无我绝对会走的。鸡蛋把我拿出来，叫县长出来。 村长含村民包围警察买鸡卵，村长嘛气甲当场倒伫涂骹。你只叫救护车，我咪假。 你真正甲叫救护车啦哦！我咧疼啦哦！村长敢若心脏病压起来，讲伊倒边心脏真疼，亲戚朋友嘛紧晓伊歹影，斗相共找药啊。谢谢关啦。关啦，两粒。两粒无去。有大家斗相共，村长吞2粒药啊，随着风光去烫家顶送去病院。伊的这尔生气，就是因为本来要摕来抗议的鸡卵，风没收。 摕走，拿走啊！啊，村民会抗议，就是中华大城乡的潭墘国小112年度未阁收学生啊。总统救潭前国小，不要让潭前国小不见。囡仔和当地民众拢希望学校卖废掉，佮小批甲总统拜托，率了个规旁来到县府陈情。我们会审慎的研议。是冷处理还是研议？冷处理吗？我们会审慎的研议。 县府讲收到民众意见，会阁斟酌想过，不过民众无欢喜因安尼回应，希望县府赶紧发好消息，莫让潭墘国小收起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